1月17是各大专院校开学的日子，国立成功大学学务处特别伫开学的前一天举办开学的音乐响宴。因为往年拢是伫活动中心的草坪，甲伫圣诞树做伙来举办。今年因为惊落雨，刷到1楼的广场，包括成大校长沈梦如以及一在国小的校长林志正拢亲自出席，用行动来支持、鼓励，甲陪伴着这群大小朋友。它其实它也是个成大，我们一直很努力让这个学校变成一个让人民感动、让国家加入的大学。所以我们就邀请我们附近的小学一在国小的管弦乐团等等来这边演奏，跟我们共襄盛举。大家可以有空多来参加。其实成大很漂亮，因为我们花了很多心思让这个地方，你来看会发现几个现象，它四季分明，我们会把随着四季不一样的花跟树的颜色会不一样，非常漂亮，而且地上会扫得很干净，因为我们都用扫地车在扫地，所以大家有空可以多来成大绕一绕。小孩子觉得成大不错，就鼓励他来念成大，这也是好的选择。因为今天开学嘛，那所以外地的学生就陆陆续续的在昨天就回到校内。那为了营造校园一个欢乐的气氛，然后让学生觉得，因为经过一个年假，所以回到学校来上课，会有一个很愉快的感觉，迎接新学期的开始。所以我们就举办了这样子的一个音乐会。我觉得孩子就是要多带出来，让他们出来有更多的经验，有更高的视野，有更多的一些想法，孩子才会从一次一次的一个练习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想法。我想这个才是孩子成长的一个养分。所以我想我们大人就是陪伴，就是支持，就是鼓励。如果失败了没关系，我们就陪伴他走过；成功了，我们跟他一起欢呼。我想这个是我们办理这个要教育的最珍贵的一个地方。成大校长表示，因为真侪大学生拢是首次离乡背景，因此伫校园的生活需要更加侪引导甲伫关怀。而一在国小的校长嘛真感谢成功大学，互小朋友演出的机会。伫一在国小伊特诺管弦乐团，甲伫成大管弦乐，甲伫爵士乐社团轮流来演出，互大家伫轻松愉快的气氛当中，迎接新学期的开始。台南新闻综合报道。